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咁啊，頭先留意到大家唱詩歌嘅時候都話中氣好夠喎，你哋都讀經文呢，把聲都好大喎嚇，為你要感恩啊，好專心一齊去敬拜神。今日呢，就同大家分享呢個題目：一生應求嘅兩件事。咁啊，講個故仔先啦，咁樣嚇。有一日呢，就可能係啦。有一日呢，有一個天使顯現，就同一個少年人講：少年人，你可以有5樣禮物。邊5樣呢？名望、愛情、財富、歡樂、死亡。咁啊，唔係一次喎，佢可以揀4次，可以揀4次，即係可以有4樣禮物。不過呢，5樣裏邊呢，就只有得1樣呢係對佢寶貴嘅啫。咁呢個少年人呢，諗都唔諗，第一樣呢，佢即刻揀咗歡樂。於是呢，佢就不斷周圍去尋歡作樂啦嚇。嗱，每一次呢都開心嘅，真係開心嘅。但係每一次嘅快樂呢，又都係短暫嘅喎。咁呢個少年人呢，眨眼之間呢，就變咗成年人啦。於是呢，呢個成年人去揾天使，佢想揀個第2樣禮物。今次呢，佢好審慎，諗咗好耐之後，佢決定今次揀愛情。咁啊，好多年之後呢，呢個成年人呢又長大咗啦，而家呢就變咗中年人。咁呢個中年人呢，就而家喺一副棺材旁邊喺度守候住。佢係咁喊，一路喊就一路自言自語喺度講嘢。佢就話：我之前呢愛過好多女人，不過呢，佢哋一個又一個咁拋棄我。真係同我海誓山盟嗰個，我又中意佢，又中意我嗰個，又死得比我早。哎呀，原來愛情呢係咁現實嘅，佢俾1個鐘頭嘅開心我，跟住佢就會俾翻1個鐘頭嘅痛苦我㗎啦。咁而家呢一個中年人咯，咁佢呢又去揾天使。咁佢今次揀咩呢？咁咪揀名望。咁啊，呢個中年人呢，好快呢就全個地球都識佢啦！哇，全個地球都知佢名咁樣。名譽呢帶俾呢個中年人呢好大嘅滿足。不過呢，同時呢亦都要接收埋呢一大堆附屬品喎。咩附屬品呢？就係妒忌啦、誹謗啦、中傷啦、嘲笑啦咁樣。咁中年人呢又去揾天使。咁樣跟住揀咩呢？揀財富。揀錢，財富就係一切。有錢就使得咩啊？鬼推磨啦！有錢就有開心㗎啦，有錢就有女人㗎啦，有錢就有名譽。佢話啊，點解我而家先諗到嘅咁樣？好多年之後啦，呢個中年人而家變咗咩啊？老年人啊嘛。咁呢個老年人呢，終於醒覺啦。哎呀！原來歡樂、愛情、名望、財富都係短暫嘅。佢哋呢，相應有個真相㗎。咩真相呢？歡樂會換嚟痛苦，愛情會換嚟悲傷，名望會換嚟羞辱，財富會換嚟貧窮。老年人呢，又再去揾天使，同天使講：我攰啦。我老啦，我要安息啦。你可唔可以呢將死亡賜埋俾我啊？求下你啊！咁天使點同佢講呢？天使就話：對唔住，唔可以。你嘅4次機會已經用晒啦。你所揀嘅4樣禮物呢，所帶俾你嘅快樂，只能夠短暫維持嘅啫。但係嗰啲嘅副作用呢，即係所帶嚟嗰啲嘅痛苦呢，佢係好長遠嘅喎。
本來唔緊要嘅，因為咧你只要一揀中死亡，嗰啲痛苦咧就會點啊？即係終止㗎啦。但因為4次機會，你已經用晒啦，你冇揀死亡，所以你將會喺無盡嘅永恆裏邊，無止境咁樣承受住呢啲痛苦。嗱，喺創世記嘅時候，當年如果始祖亞當夏娃佢兩個食咗嗰個禁果之後，如果仲俾佢哋食埋生命樹嘅果子，咁佢兩個就永遠都唔死㗎喎，但係就會永永遠遠活喺罪惡痛苦裏邊。但與神分離嘅永恆死亡咧，係一件永恆嘅事嚟㗎嘛，係人要好嚴肅咁去面對呢件事㗎。所以人喺死之前呢，就千祈唔好做咗一啲叫做悔不當初嘅選擇。死亡係一件係你同我喺生前呢就要好好預備嘅一件事嚟㗎。嗱，咁我哋咧讀一讀今日嘅主題經文。咁你睇到就讀，你話我睇得唔係好清楚唔緊要，咁你聽都得啊。咁一齊讀啦嚇。我求你兩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賜給我。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賜給我需用的飲食。恐怕我飽足不認你，說耶和華是誰？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神的名。嗱，呢幾節經文呢，就係箴言30章。咁30章箴言呢，就係一個叫做亞古珥嘅人咧寫嘅。嗱，呢位亞古珥呢，喺呢3節嘅經文裏邊呢，向神發出咗1個祈禱、2個祈求。呢2個祈求呢，亞古珥就求神喺佢死之前呢，無論如何點都要賜俾佢。嗱，當一個人呢，佢問緊喺死亡之前應該預備乜嘢？其實呢，背後真正想問嘅係我今生點樣活好佢。嗱，亞古珥嘅祈禱呢，係面對現實生活嘅喎，唔係離地嘅喎，面對現實生活嘅喎。佢唔要窮，又唔要富，咁似乎呢，就聽落好似係生活夠用就夠啦咁樣。但係其實呢，佢真真正正最睇重嘅係佢同神嘅關係啊！亞古珥呢，呢個只得3節嘅祈禱呢，精簡得嚟呢，好有深度嘅喎。亞古珥嘅祈禱有2個特色。第一個特色，呢個禱告呢，表現出一種呢叫做屬靈上面嘅謹慎。即係咧，佢本人好清楚佢自己喺度求緊啲乜嘢㗎。嗱，亞古珥求嘅係有關屬靈方面嘅事啊。佢先祈求虛假同謊言遠離佢，然後咧先至去求日常生活嘅需要。嗱，咁樣嘅祈求咧，就顯出咗屬靈上邊嘅正確次序啊。佢首先求靈性方面嘅事，然之後先至再求物質方面嘅事。嗱，頭先講嘅第一個特色啦，第二個特色啊，第二個特色係咩咧？亞古珥佢知道咧，信仰嘅人生啊係充滿挑戰嘅。嗱，有首詩歌，唔知我頭先留意唔到你哋嗰啲分享詩歌裏邊有冇呢一首啊？咁咧就每一日我住我近夠3件事，有後邊有啲姊妹識唱啦。嗱，如果大家識得唱嘅，咁我唱啊，你記到你一齊跟啦嚇，記唔到都唔緊要，聽啊，你都聽到嗰個意思係咩㗎？每一日我住我懇求3件事，更深刻認識你，更虔誠敬愛你，更緊緊地跟隨你，
每一日。嗱咁咧，係咪就係話咧，每一日我淨係祈求呢3件事，然之後就乜嘢其他 click clack 都唔使求咧？嗱咁又唔係喎。呢首詩歌咧，頭先唱嗰首啊，講嘅係垂直關係啊，即係咧主要強調係想講嘅係人同埋神呢個關係。佢祈求嘅都係呢一方面嘅事，但係咧水平關係咧，我同呢個世界其他發生嘅事咧，其實呢首詩歌冇包喺裏邊㗎。而阿古爾咧呢個祈禱咧就好全面嘅，不但止咧顧及咗人同神呢個垂直關係，佢仲顧及埋咧同現實生活嘅水平關係嘅喎。嗱，阿古爾呢個祈禱，佢顧及嘅範圍好全面，所以咧可以用咧短小精幹嚟形容啊。喺垂直關係方面，呢個祈禱反映佢非常重視神。喺水平關係方面，佢明白信仰咧同現實生活咧必然咧係會遇上矛盾嘅。阿古爾咧，佢唔係要過一種咧所謂咧遠離七情六慾，過一種咧出世修道式，即係好似和尚咁嘅生活啦。佢知道有信仰嘅人咧，其實係唔需要放棄現實生活㗎，因為咁樣係唔現實㗎。佢呢個短小精幹嘅祈禱咧，就係要祈求點樣好好活喺現實生活裏邊。相信好多基督徒咧都會照足阿古爾咁去祈禱，即係點呢？神啊，千祈唔好俾我窮。不過咧，有幾多人咧會祈求埋另外一樣嘢咧？神啊，千祈唔好俾我富足，睇怕都冇啦。嗱，按照咧全本聖經嘅觀念咧，富足富貴咧係可以嘅。咁既然富足富貴係可以嘅，咁祈禱嘅重點咧就唔係祈求唔好富足，而係應該祈求點樣有智慧去運用富足富貴。聖經唔反對人富足，但警告人要小心去處理富足富貴。我哋參考舊約聖經裏邊以色列人佢哋出埃及時候嘅例子啊。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嗰個係摩西啊嘛。咁摩西咧喺佢晚年啦，好老噶啦成120歲嘅時候咧，佢就喺申命記嗰度咧，早早警告定一班喺曠野出世嘅以色列人。雖然呢嗰一班喺曠野出世嘅以色列人呢，就唔似佢哋嘅上一代見識過十災，見識過紅海呢啲咁樣嘅偉大神蹟，但係呢班喺曠野出世嘅新生代以色列人呢，佢哋呢，佢係日日經歷到有嗎哪嘅供應喎，即係唔使做有得食啊！佢哋嘅生活呢，相對安定嘅，佢哋冇受過奴隸嘅苦，亦都冇俾埃及人呢奴役過、追殺過，而且呢，呢班喺曠野出世新生代以色列人呢，佢哋將會呢得到大大嘅富足，因為摩西呢預告啊，就喺申命記嗰度預告啊，嗱，你哋將會呢會入應許地，會承受大量土地，並且呢嗰度呢有豐富嘅天然資源。但係咧，摩西亦都知道喎，呢一班咧新生代佢哋得到呢一切之後咧，佢哋係會否認呢一切咧嚟自耶和華神嘅，甚至理直氣壯咁樣講：我哋啊得到呢一切啊，係我哋自己雙手啊白手興家得翻嚟㗎。所以摩西咧，佢預告之餘咧，喺未得到之前就預告啦，就並且警告埋嗱，第日小心啊！小心乜嘢呢？
我哋讀《申命記》嘅8章17、18節，請大家一齊讀。恐怕你心裏說：這貨財是我力量、我能力得來的。你要紀念耶和華你的神，因為得貨財的力量是他給你的，為要堅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約，像今日一樣。摩西呢，佢苦口婆心啊，教導新生代，喂，千祈唔好忘本啊，唔好否定神啊，唔好忘記神啊。嗱，箴言嗰位作者阿古爾呢，就完全繼承晒啦摩西喺呢一度嘅教導啦。每一個人都要認定你生命裏邊嗰一個嘅富足呢，全部都係嚟自神俾你嘅賜予㗎，而唔係單單嚟自你個人嘅努力。如果人堅持富足富貴係嚟自佢自己嘅努力，單單嚟自佢自己嘅努力，咁就會遇到阿古爾好怕出現嘅下場啊！人狂妄嘅話，耶和華是誰？嗱，其實即係唔係佢唔知道耶和華嘅名，而係佢唔否認呢一切嚟自神啊！佢唔承認富足係嚟自神嘅賜予，結果呢，之前呢班喺曠野出世嗰班以色列人啊，佢哋入咗迦南應許地之後啦，得到大量嘅土地啦、天然資源啦，但係佢哋嘅屬靈生命，佢哋嘅光景呢，大部分時間呢都係所謂嘅屬靈貧窮啊，即係好低沉嘅啲靈性。箴言嘅作者阿古爾嘅祈求呢，就俾人一種我寧願有上帝嘅核心價值觀，因為佢深刻認識人呢裏邊嘅罪性。佢知道人富貴呢就會忘本㗎啦。如果富足會讓到一個人去到一個光景，會否認神嘅。咁阿古爾嘅祈求裏邊呢，就係話：咁我情願唔要富足啦。嗱，阿古爾好有屬靈智慧㗎，佢小心處理富足啦，而佢唔止淨係識得處理富足喎，佢同時小心處理埋貧窮。嗱，阿古爾祈求呢，佢嘅人生千祈唔好貧窮，但唔係話呢，佢討厭貧窮憎窮。而係話佢對人裏邊嘅罪性呢，有好深入嘅認識，因為呢，佢知道每一個人啊，我同你哋裏邊每一個都係啊，我哋裏邊呢都有一條自己嘅試探底線嘅。呢條底線呢，如果一旦越過咗呢，人就有可能會鋌而走險，做出一啲超越個人道德以及罪神嘅事。咁又有另外一個古仔喎。咁話說呢，就有一個走私嘅人，我哋叫佢做走私客啦。呢個走私客呢，走私即係犯罪嗰啲走私啊。咁啊，俾警方追捕啦。咁啊，要周圍匿埋啦，左匿右匿，最後呢，俾佢匿咗喺一間好殘舊破舊嘅教堂嗰度。佢就同老牧師講：你俾我收埋批貨喺你嘅閣樓嗰度啊！咁樣，咁呢位嘅牧師呢，係一個虔誠嘅牧師嚟嘅，咁當然係拒絕佢啦。不過呢個走私客呢，亦都好狂妄啊，好厚顏無恥，就話開個價啦，20萬，20萬夠唔夠？咁老牧師當然係唔要佢啲錢啦。咁再加咯，加上去咯，20萬唔夠，50萬咧，50萬喎而家嚇。老牧師依然拒絕，100萬呢？呢個走私客仍然死心不息啦。但係忽然間呢，個老牧師大發神威喎，將呢個走私客拱咗出教堂外邊喎。點解呢個老牧師會突然間大發神威呢？原來呢，跟住呢個老牧師就同呢個走私客講：
你快走啊！你快走啊！你再開多2次價咧，就到我嘅底線㗎啦。如果你係牧師，100萬收買唔到你，1億得啦嘛。嗱，呢一個牧師趕走走私客呢個例子啊，就好好用嚟講明每一個人心裏邊咧都有條試探嘅底線㗎。人應該對裏邊嘅自己咧有好深刻嘅認識。你唔好俾嗰啲試探嚟到你嘅底線嗰度啊！喺嗰啲試探就嚟到嘅時候，你就要趕走佢㗎啦。點解亞古珥要祈求唔好貧窮啊？唔係因為佢唔中意窮啊，而係佢怕嗰個貧窮嘅試探啊，會逼到佢越過咗佢裏邊嗰條試探嘅底線，結果佢就會去偷，咁神嘅名就會被褻瀆。一個真正認識自己嘅人呢，佢會保守佢自己內心嗰條底線，就好似一個國家保護佢嘅邊界一樣。4個字，即係點啊？寸土不讓，寸土不讓。嗱，每個人自己嗰條試探底線都唔同㗎，我哋要好好保守自己嘅內心。我哋讀一節咧，箴言裏邊非常出名㗎啊！即係如果你寫個書籤送俾人咧，你都唔知送過幾多張啲書籤俾人啊！我哋一齊讀一讀呢一句啊！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嗱，我哋啱啱咧思想嘅咧就係嗰3節經文裏邊嘅第2個祈求，即係呢一個啦，不窮不富。嗱，亞古珥對於人嘅罪性咧有好深入嘅認識，所以佢求神俾佢智慧，叫佢能夠處理由貧窮與富足所帶嚟嘅試探。跟住咧，我哋思想埋咧第1個祈求啦，就係呢一個，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嗱，呢個祈求咧就係處理人生命質素方面嘅。嗱，如果我哋比較一下同頭先嗰一個嘅祈求咧，2個祈求咧似乎祈求緊唔同範疇嘅事，但係其實咧呢2個祈求咧，佢哋關係係好密切嘅。第2個祈求不窮不富係指到個人嘅生活嗰方面嘅。第1個祈求虛假同謊言呢一個咧，就係處理人生命方面嘅外在嘅生活嘅質素咧，係由內在嘅生命質素所影響嘅。嗱，呢一節提到謊言啦，謊言係違背咗10誡邊一誡啊？不可作假見證，係啦。口是心非，表裏不一，就係虛偽啦。嗱，我哋對於虛偽咧，可能所謂嘅不以為然，覺得係啲乜嘢咁緊要嘅嘢嚟啫，因為都冇乜直接傷害，就好容易咩咧？掉以輕心㗎啦，睇輕佢㗎啦。但係其實虛偽嘅影響咧係可以好深遠嘅，尤其係對下一代。嗱，我哋又睇另外一個聖經例子啊。喺舊約聖經裏邊咧，有2大家族，佢哋咧係深深咧受到虛偽嘅影響嘅。虛偽帶嚟嘅禍害咧，深遠而廣泛咧，影響住呢2大家族。如果咧將呢2大家族咧嗰啲個古仔啊，拍咗咧一套長篇電視連續劇咧，我就改咗個名俾佢啊，《千王群英會》。嗱，首先我哋咧睇第1個家族。咁唔知你哋讀創世記嘅時候有冇記得拉班呢個人呢？
有啲人有係啊嚇。嗱咁啊，拉班咧就喺呢個家族裏邊咧最出色嘅騙子啦。拉班嘅性格係點樣嘅咧？佢係口是心非啦，加自私自利啦。呢種個性咧喺佢同佢嘅侄雅各打交道嘅時候咧，就表露無遺啦。呢個舅父拉班利用個侄對佢自己個細女拉結嗰個愛嚟佔盡呢個侄嘅便宜。咁啊同個侄講好咗㗎啦，你打7年工就可以娶我個細女咁樣。咁雅各咧做夠7年啦，咁啊以為可以奪得美人歸啦嚇。洞房花燭夜，一覺瞓醒之後，發現咦隔離嗰個唔係拉結喎，係佢家姐拉唔係咪拉結係佢家姐利亞喎。咁梗係同外父舅父理論啦咁樣。咁呢一位拉班咧，亦都理直氣壯咁樣同佢講喎。嗱，我哋呢個規矩係咁嘅，要娶細女咧，就要先娶大女嘅。咁如果你真係想娶細女，咁點咧？打多7年工啦。結果為咗娶老婆，雅各咧就被拉班咧呃咗14年咯。即係拉班呢個人呃咗雅各14年咯。嗱，呢個家族裏邊頭先講嘅拉班啦，第二個騙子啦。第二個騙子咧就同一個家族裏邊拉班個妹利百加。嗱，有咁嘅哥咧，就會有咁嘅妹嘅。利百加後來做咗人阿媽啦。你哋都知㗎啦，你哋都當中睇落都好多個阿媽喺度啦。做阿媽唔應該乜嘢？偏心啊嘛。但係偏偏咧，呢個阿媽利百加咧就偏心到出晒面㗎嘛。佢教唆個細仔雅各，趁住佢老公以撒老眼昏花嘅時候，就去呃祝福。利百加咧主謀全件事啊嚇！佢明知咁嘅欺騙係講緊大話，係呃緊人，但都係叫細仔雅各繼續做落去。即使雅各提出一大串嘅問題出嚟，呢個阿媽咧仍然拍心口一力承擔喎。你嗰啲問題我幫你解決，冇野味啊，冇打獵得翻嚟嗰啲野味唔緊要，阿媽整定一煲俾你。你個身唔似你大佬以掃咁有毛啊，唔緊要，加塊羊羔皮喺身啦。你阿爸老眼昏花，摸到你有毛就當你係大佬㗎啦咁樣。個身冇你大佬以掃嗰陣除啊，唔緊要，着你大佬啲衫就得㗎啦咁樣。搞咁多嘢，無非咧都係想個細仔得到老公以撒嘅祝福，結果搞到點啊？兩兄弟梗係反目成仇啦！雅各仲驚大佬要追殺佢，要走佬添，所以走咗去拉班嗰度嘛。好啦，嗱，同一個家族，唔係，sorry，頭先講嘅第一個騙子，第二個騙，而家係第三個騙子啊，就另外一個家族啦。就係頭先咧提嚟提去嗰個雅各。嗱，佢俾拉班改咗10次工價，即係俾個舅父。咁應該10次工價已經冇理由越嚟越高㗎，應該係越嚟越低嘅啫。你都諗到係咁㗎啦。做足14年先娶到老婆，又改工價10次。後來咧到呢一個寄人籬下嘅雅各，想翻鄉下啦，了斷之還啦。咁佢走嘅時候咧，呢個舅父咧又想留住佢喎。不過雅各跟咗呢一個蠱惑佬拉班咁耐，佢而家點都係一個蠱惑仔啦嚇。咁啊，你有嗰張良計，佢都有過牆梯嘅啫。咁啊，最後同舅父拉班傾掂數，就話嗱，如果羊群裏邊咧嗰啲有斑有點黑色嗰啲唔靚嗰啲羊，咪我抵冧啲啃咗佢啦。靚羊白雪雪嗰啲咪歸你舅父拉班咯。你要啲靚羊，我要啲渣羊咁樣啦。咁聖經咧就話雅各咧用咗特別嘅方法喎，使到自己嗰啲斑點羊咧越嚟越多。本來咧雅各係走佬嚟投靠外父噶嘛，舅父噶嘛。當時佢光棍啊嘛，光棍一支嘛，兩手揈揈嚟噶嘛。但係而家咧，哇好多羊喎，佢變成咗最後嘅大贏家喎。好啦，咁佢翻鄉下。就好似大家咁啦，都有翻咁上下年紀嘅時候，梗係想點啊？梗係好想安享晚年啦。
但係點知呢？佢呢個人裏邊嗰啲嘅詭詐虛偽已經影響咗下一代。虛偽咧，使到佢同阿大佬以掃不和啦。虛偽亦都使到佢班仔都感染到。如果你讀過創世記嘅故事，你就記得嗰班係親哥哥嚟㗎。嗰10個親哥哥賣咗邊一個啊？或者約瑟去埃及喎。佢嘅虛偽影響咗班仔，搞到佢哋都內部不和。由拉班開始嗰啲嘅虛偽詭詐，一直延伸蔓延到另外一個家族嘅下一代約瑟。虛偽嘅禍害咧，喺呢兩個家族裏邊咧，嗰個影響咧，即係名副其實啊，自父及子直到3、4代啊。相信咧《箴言》嗰個作者亞古爾咧，佢對虛偽係有好深入嘅認識，所以佢祈求虛偽謊言遠離佢。亞古爾嘅祈禱咧，求神俾佢千祈唔好過一個虛假嘅人生。最後咧，我又講個真實見證咧，嚟總結今日嘅講道。咁喺2015年嘅時候咧，有2個基督徒就喺印尼嗰度咧被槍斃啊！啪，真係死咗㗎嚇！但唔係因為傳教喎，唔係因為佢傳基督教喎，唔係宣教士嚟㗎，呢2個啊。呢2個基督徒咧被處決，從當地嘅法律睇咧係死有餘辜嘅。但係點解呢2個基督徒咧見證咁差，要搞到俾人槍斃嘅？咁因為佢哋未入獄之前呢，未係基督徒嚟嘅，入咗獄坐緊監嘅時候先信耶穌嘅咁樣。而佢哋入獄嘅原因就係因為販毒啊、走粉啊。咁其中一個咧叫陳志輝，佢販毒嘅原因呢，真係好奇怪啊！係因為佢唔知道自己人生目標係乜嘢，我冇嘢做咁走去販毒喎，佢話咪有問題啊！真係。而佢嘅朋友咧就好正常好多啦，就係抵受唔住咧販毒高利潤啊嘛，賺好多錢啊嘛，短時間賺好多錢啊嘛咁樣。佢嘅朋友咧好明顯咧就係唔識處理富足啦。而陳志輝本人咧就係佢捉唔實生命嘅真實意義啊。當一個人捉唔實佢嘅生命意義嘅時候咧，佢係有可能咧做出虛假虛偽嘅事。由貧窮同埋富足所產生出嚟嘅試探呢，係可以將一個人呢推去滅亡嘅地步。呢啲試探就係亞古一直呢想要逃避嘅。但係陳志輝同佢嘅朋友呢，佢係泥足深陷咁樣落喺呢啲嘅試探陷阱裏邊。生命裏邊呢冇神嘅引導呢，結局可以好可怕。但係當生命裏邊有神嘅引導嘅時候呢，卻又可以變得充實有意義。陳志輝呢就喺監獄裏邊信耶穌嘅，仲喺監獄裏邊呢奉獻自己做傳道人，即係我呢啲咁嘅工作啊。佢發奮圖強，行為良好。佢仲喺監獄裏邊呢寫咗封信，其實唔係寄俾某一個人，而係寄俾全世界嘅年青人，可以咁講。嗰封信咧，佢俾年青人喺信裏邊咧，好語重心長咁樣講。佢話佢自己本人係垃圾。佢懇請青少年，你哋咧要喺你哋嘅人生做出明智嘅決定啊！你哋仲年輕，你哋人生裏邊做嘅決定咧，將會決定聽日嘅你係變成一個點樣嘅你。如果你係想做流民、壞蛋、毒販嘅，咁我好快可以喺度見到你噶啦。我嘅一生就係一個咧人生被浪費嘅最佳例子。監獄外邊咧有好多人咧為佢哋求特赦噶，好多人去幫佢哋做特赦，祈求可以政府可唔可以俾個特赦機會佢哋咧咁樣。
但係政府冇受理啦，因為販毒好嚴重啊嘛。呢兩個基督徒呢，最後都要所謂慷慨就義，砰！唔係政府，係啦，政府係。嗱，佢兩個嘅死呢，向世人發出警告，就係虛偽、謊言、貧窮、富足，係要好嚴肅去處理嘅人生議題嚟嘅。處理得唔好嘅話，結局隨時係連自己條命都要賠埋出嚟。當然，如果佢兩個呢真係可以得到特赦嘅話呢，我哋相信呢，佢哋一定係可以俾神大大使用嘅。佢哋嘅生命一定係將會被好多人嘅成為佢哋嘅需要嘅。但係而家死咗呢，都唔係冇貢獻嘅。起碼可以成為呢篇講道裏邊一個活生生嘅見證啦。聖經嘅箴言呢，係將前人嘅經驗講俾下一代啦，包括各位聽下，提醒我哋要過一個遠離虛假、追求正直嘅充實人生。最後我哋再讀一次今日嘅主題經文啦，請我哋一齊讀。我求你兩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賜給我。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賜給我需用的飲食。恐怕我飽足不認你，說耶和華是誰呢？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神的名。我哋唔係憎窮，亦都唔係憎富，而係我哋怕嗰啲嘅試探會讓我哋否認神、褻瀆神、得罪神。所以求神幫助我哋，就要過正直嘅人生。請我哋一齊禱告。親愛主耶穌，我哋多謝你嘅恩典，你拯救我哋當中每一位嘅弟兄姊妹。我哋當中有一啲人生已經走咗好大段嘅一段路，願神你繼續幫助佢哋，讓佢哋今日、聽日、未來佢哋有嘅人生，佢哋努力嘅活喺正直嘅裏邊，討神你嘅喜悅。願神你繼續引導我哋，讓我哋唔好得罪神。求主幫助，求主加力。我哋獻上禱告咁樣嘅祈禱，奉耶穌嘅名，阿門。好多謝蔣家明傳道今日嘅信息，重點嘅係乜嘢？我哋要遠離虛假啊，遠離謊言啊，要追求正直嘅人生嚇。好，咁咧我就係啊，全場都聽到你講啦。好，我哋準備咧有啲報告啦，咁啊大家咧都忍耐多一陣啦，好唔好啊？係啦，咁咧要讀金句喎，係咪啊？順生嚟幫手啊！誒，嚟啦嚟啦！揸住個咪有冇？揸住個咪。大家午安。一齊嚟讀金句啊！開始啊，讀兩次啦。試音。好。求你時刻下的風言離開我。我也要不貧貧富足，願得我笑容融進的心中心中神的。求你是我虛假的王牌我也不窮窮，也不富足，少我用的飲食心碎。心濕張着，唔該晒。呢條電線啊，小心啊，真係要。
好咁我為堂會感恩嚇，先感恩啦嚇，因為咧為我哋廣平咧預備一位有新嘅傳道同工嚇，咁佢係半職嘅嚇，咁介紹俾大家認識啦，阿朱建宗弟兄，我哋俾啲掌聲歡迎佢好唔好啊？大家會常常見到佢噶啦，咁俾時間你分享幾句啦，係咪？介紹下自己好唔好啊？大家好，我叫朱建宗，咁健康嘅健，中心嘅中，咁就我其實係廣平嘅會友嚟嘅，我喺91年尾就開始返廣平㗎啦，咁就我94年呢就喺廣平受浸嘅，咁一路呢喺廣平成長嘅，咁直到呢個直到幾時？05年，係05年我就讀神學夜校嘅，讀咗5年，咁讀到10年畢業，咁跟住呢畢業咗之後再讀多3年日校，咁呢就讀到13年畢業嘅，咁呢我就喺讀神學日校嗰陣時呢，喺12年嘅時間呢，我就即係奉獻啊，就做傳道人咁樣嘅。咁我13年畢咗業之後呢，我就去咗浸信會永興浸信會做傳道人，做青少年同埋學生工作嘅。當時間教會就喺永隆中學喺屯門咁就做咗2年到啦。咁跟住就突然間身體唔好喎，好差喎。咁所以大家都要注重身體身體唔好乜都做唔到㗎咁我就休息咗，咁呢就暫時冇做傳道，咁就停咗職啦。咁跟住就再喺調養自己身體調理好返先，唔好講咁多咁呢就我跟住就做咗自由傳道咯，就去唔同教會度講道咁樣啦。咁跟住呢就喺疫情期間我就身體又其實好返㗎啦，咁我就想出嚟做返傳道嘅，咁但係疫情完咗呢，我就想出返嚟嗰陣呢，我2隻眼又出事咁呢即係一隻眼呢就要做激光，一隻眼呢就要做白內障手術，2隻眼我都換咗晶體㗎啦而家，咁所以呢頭先唱詩歌嗰陣時呢即係耶穌隻手摸隻眼。跟住又話好翻嗰段呢，我都好有感動嘅咁就係啦。咁到舊年呢，我2隻眼都好翻啦，睇翻嘢啦。咁就出嚟侍奉翻，就好感恩呢。神啊帶領翻我嚟廣平呢度啦，即係我自己冇會嚟侍奉嘅，我真係好感恩，因為其實呢神嘅預備呢，我係諗都諗唔到嘅咁就希望以後呢，大家可以一齊認識多啲大家交通多啲。分享到呢度。好，先啦，好。咁請建宗留步啦，都想為你祈禱，好唔好啊？我哋一齊為弟兄祈禱，好唔好啊？我哋低頭禱告嚇。好多謝天父上帝當聽到弟兄喺佢人生裏邊佢先經歷你嘅呼召喺佢嘅人生下半場，佢咧進入神學院嚟到去被裝備。當佢咧去牧會一個階段身體上邊咧，亦都有唔同嘅變化，以至到佢咧佢要暫時放下。當身體咧再恢復翻好轉嘅時候佢嘅侍奉嘅心志再重新挑旺。當佢咧主動嚟到我哋堂會嚟到咧去服侍去配搭嘅時候，我哋都獻上感謝。正正係當我哋喺需要人手各方面嘅配合嘅時候，弟兄正正就喺我哋當中嚟到咧成為我哋嘅同工，成為我哋嘅牧者。都多謝主為佢嚟到預備工場，亦都咧幫助弟兄喺佢嚟緊嘅日子佢喺佢無論喺侍奉團隊嘅合作同弟兄姊妹嘅關係嘅建立，佢嗰個對聖經嘅詮釋，求主加上恩典，好讓佢當中都帶住滿足喜樂嚟到去服侍主。為佢禱告，感謝奉耶穌嘅名祈求。好，唔該晒。好 ，OK。好簡單呢，有啲嘅教會報告啦。咁咧就你明天我哋有長執會咁
咁啊彼此紀念嚇。我哋咧2點半，明天咧有長執會嚇。呢度我會跳一跳啦嚇，靈會係嘛？好。咁咧明天都會有主日嘅主日學啦嚇。咁啊對我哋上第4課嘅，係主題係從4福音書嚟到看基督啊。好，每年一度嘅浸禮咧，我哋都會舉行嘅嚇。咁啊，今年咧就會喺10月嘅18號嚇一個浸禮嚇。咁在座當中咧，如果你未受浸，你又考慮嚇有感動嘅嚇，咁可以聯絡我哋牧者啦，或者咧團契導師都可以嘅，好唔好啊？今日我哋5月17號咧就會截止㗎啦。好啦，下週侍奉。咁我就負責抹餅啦。咁講到係阿善英姐，今朝就可能都會係我幫手嘅。司琴呢係李飛燕，司事呢係李旭芳。咁呢讀經係崔秀蘭。肢體消息係啦。咁啊紀念2位肢體啦嚇，其中一位呢我哋特別熟悉嘅係林媽娥姊妹嚇。咁佢過去呢因病安息主懷嚇。咁啊留意呢佢安息禮拜呢家人都定好咗啦。喺邊日呢？5月8號嚟緊嘅星期五晚上7點半，地點呢喺大圍嘅寶福紀念館3樓 A 嚇。咁第二日即係星期六嘅上晝10點呢就會出殯，跟住又進行一個火化嘅禮儀嚇。咁繼續紀念啦，家人啦，好唔好啊？佢哋嘅心情亦都咧，希望一切上帝加上恩典，加上安慰，加上祝福，好唔好啊？另外，德健係我哋嘅會友團友德健弟兄嘅太太，個名呢係鄭含瑞女士嚇。咁過去亦都咧係因病離世嘅嚇。咁佢嚟緊呢都會喺安排咗咧喺5月16號，咁就喺地點亦都係大圍嘅寶福紀念館呢就設靈嘅嚇。咁佢家人選擇一個嘅傳統嘅儀式嚇。咁到第二日嘅上晝咧有大殮同埋出殯。咁我哋先為呢2位肢體，我哋去禱告好唔好啊？好，我哋一齊禱告嚇。生老病死係我哋人生必經嘅階段，但我哋相信呢，凡信主嘅人，我哋唔係單單經歷死亡，乃係我哋超越死亡進入到永生嘅當中。我哋先為到媽娥姊妹係我哋一直嘅會友，我哋嘅團友，我哋所認識，我哋所親愛嘅。當知道佢咧因病都離世嚇，主釋去佢地上嘅勞苦，亦都知道咧佢家人嗰種嘅心情都需要主加上額外嘅安慰同埋恩典。我哋為到呢個家庭去禱告嚇，求主用你嘅恩福嚟到去托住，亦都咧為到佢嚟緊安息禮拜各樣嘅籌備，我哋咧都默默嘅去紀念、去支持呢個嘅家庭。同樣，我哋又想起德健弟兄當佢嘅老伴、佢太太離開嘅時候，佢心情都難免好傷感嚇。我哋又紀念呢個弟兄嘅心，亦都紀念呢個嘅喪事。雖然係一個嘅傳統嘅儀式，但我哋都身邊弟兄姊妹，我哋都可以嚟到成為佢嘅支持，成為佢嘅代禱同埋守望。多謝主，你聽我哋喺你面前嘅禱告，感謝奉耶穌嘅名祈求，阿門。好啦，咁應該知我報告完㗎啦。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好嘛？休息一陣呢，陣間呢，阿正文弟兄呢，同我哋有啲小組嘅查經喎，記得翻嚟喎。
各位老友記嚇，弟兄姊妹啊，又到我哋咧小組查